这么晚了，你在我家里想干什么？我跟你说，别坏了我的好事，不然白刀子进，红刀子出。池大爷，你养尊处优，这种小喽啰让我来，不用你插手，给我回去。呀！小小。 我妈没有结婚，我还没有给你生猴子，就这么挂了，未免也太悲惨了。郝聪明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迟墨，你刚才不是还是小小吗？怎么占我便宜啊？迟墨，你没事吧？聪明，我是小小啊！王八蛋迟墨敢抢占我的拥抱，该死的迟墨，为什么我争斗不过你了？现在我只能以 OS 的形式出现了。上！你等等！喂，我已经给金秘书打过电话了，他一会儿就过来保护你。聪明，你记住，一切要听金秘书的安排，别再给我惹麻烦了，听到没？ 迟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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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板，迟墨怎么变得这么能打了？是为了救我吗？明明就是同一具身体。 可里面竟然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灵魂，我现在到底是在担心迟墨，还是在担心小小啊？赤墨，为什么你爱的人不是我？你是干嘛
呢？你这是给我抢！给我抢！你可是我们郑氏集团的大小姐，不是？你看看你现在这成什么样子？这是。爸，迟墨他不要我，他为了一个打工妹，他不要我。我知道你咽不下这口气，爸爸一定会帮你把这局摆回来的。喂，迟夫人吗？我觉得我们有必要见一面了。小小，如果你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人就好了，这样我就能跟迟墨还有郑小姐划清界限，宣誓对你的主权了。现在这样一声不吭跑去解除婚约，迟墨醒了会去求和吗？他又会不会对你打击报复？唉，谈个恋爱如此狗血曲折，简直是韩剧女一号的待遇。我现在才知道，这个女一号也不是那么好当的。你醒了，我给你准备了早餐。你没睡好？我当然没事了，有你保护着我。小小，还是你的拥抱最温暖了。怎么了？是不是我哪里弄疼你了？你认错人了。你是迟大爷。完了，为什么迟墨的拥抱现在和小小的感觉一样温暖了呢？你是迟大爷，你就喝这个玉米粥吧。医院附近也没有什么好吃的，我就在路边摊随便买了一点。喂，那个是这个啊，这个是我给我们家小小专门准备的蛋糕，我亲手做的。凭什么我只能吃路边摊，他就能吃你亲手做的东西？再说了，昨天是我因为救你受的伤，又不是他。好好好，迟大爷你最厉害了，就是一个蛋糕嘛，有什么好争的？不过，你真的要吃吗？我吃。感觉怎么样？好吃吗？怎么这么甜？我都说了，这个是我给我们家小小准备的，他喜欢吃甜食，你非要抢。有没有水？没有。探视时间结束。护士，我一会儿想做个血糖测试。没问题。你是说你的双重人格极有可能跟这枚戒指有关？这枚戒指不是普通的钻戒，上面这颗是陨石。我不知道它对我的人格分裂有没有影响，但是我前几次亚人格出来的时候，我都带着它。而且昨天，我拿电流刺激上面这颗陨石的时候，我竟然成功把它叫出来了。那看来这枚戒指上一定蕴藏着一个特殊的能量。支先生，你介不介意我拿给谢博士去检测一下里面的成分？
数据传过来了，谢博士说这枚戒指上很有可能蕴藏着一种不稳定的磁场能量。不稳定的磁场能量，这枚戒指你是怎么弄到的？这是我家祖传的。就人类目前科技而言，对宇宙的了解不过是沧海一粟。我可以模糊地告诉你，这枚陨石戒指上面含有来自宇宙的神秘力量，它所释放出来的能量可以缓解焦虑。这也符合你的亚人格出现的原因。由于你遭受到意外打击，从而使你的精神状态处于一个不稳定的边缘，而这枚陨石戒指刚好可以释放你的这种压力。但释放的方式是通过分裂你出你的另外一部分人格来为你减压。你的意思是，这枚陨石戒指才是引发我人格分裂的诱因？如果把这枚戒指的功能毁了，你的病或许能好。我觉得我们可以试试把这枚戒指消磁。消磁的话，我另一个人格就会消失，是吗？赵医生，我想再考虑一下。如果把这枚戒指的功能毁了，你的病也许会好。我觉得，我们也许可以试试，将这枚戒指消磁。如果用这种办法让你消失，对你是不是太不公平了？但是，你真的是时候离开了，因为以前的我一直逃避自己的感情，选择隐藏。但是现在，我需要一个独立的、完整的我去追求好聪明，查明真相。谢谢你帮我退的婚。虽然说手法幼稚可笑，但是剩下的烂摊子包在我身上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哦，宋总助。郝小姐，出去啊？哦，我有点事儿，你来找我吗？对，听金秘书说，前2天你跟迟墨在一起的时候遇到了劫匪，他还受伤了，是吗？嗯。我这个表弟只报喜不报忧，就怕我和姨妈担心。可是你说他整天把什么事都憋在心里边，我也查不到真凶啊。所以我恳求郝小姐能跟我实话实说。但是，这个，你看我，关心则怪。你要是不愿意的话，我也不为难你。没有，我不是不愿意，只是因为我遇到了之前绑架我的那个绑匪，他好像在跟迟氏集团内部的一个人接头，我想跟踪他们2个，但是被反跟踪了，所以才连累到迟墨。你是说迟氏集团有内鬼？没错，因为我觉得那个人的背影非常的眼熟，但我认不出来是谁。啊，听那个脸上有刀疤的人说，那个人好像以前也是一个赌徒。哎，不过具体我都不记得了，因为之后我们跟绑匪大战300回合，我紧张什么都忘了。哎，要是能够认出那个内鬼就好了，这样迟墨也可以早点抓到凶手，我也不用那么提心吊胆。要是没有别的事儿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啊，谢谢你，你先忙。哦，对了，还有，今天这个事儿就算是我俩的秘密，你别跟迟墨说，省得他担心。好。郝聪明说看到脸上有刀疤的男人来公司，跟公司的内鬼接头，这就更加证实了我的猜测。策划3年前那起车祸以及现在的绑匪，就是咱们公司内部的人。看来咱们公司的人员应该彻底梳理一下。金秘书，这件事就辛苦你去办。好的，老板。还有，您在媒体发布会上单方面和郑小姐解除婚约的事儿，郑总需要您给他一个说法。而且，您最近的好几项提案都被董事会否决了，好像是郑总在背后操作的。金秘书，事情得一件一件的解决。董事会那边要的无非就是利益，
你帮我去安抚一下，郑总那边我会亲自解释。好的。去吧。喂，妈。什么？行，那我马上过去。好。哎，阿姨，你也在啊？郑小姐，今天这个不是约我来谈公事的吗？阿姨，今天迟墨必须给我一个交代，我们两个他到底选谁？郑宝珠，看来你已经胜券在握。儿子，这你先走。你好好管管你的宝贝儿子吧。迟墨，你清醒一点，宝珠才是我认定的儿媳妇。妈，她已经跟咱们家没有关系了。是吗？你3番2次招惹宝珠，啊，订婚了又退婚，不，你让他以后还怎么做人？让我们郑家人的脸往哪儿放？郑总，您消消气，我一定会让迟墨给您一个交代。交代？我看没必要。迟墨，我是看你是个有用之才，我才一直帮扶着你，没想到，你这么不知抬举。那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。迟墨，还不快给你郑伯父道歉呢！够了！我跟聪明是因为爸爸3年前遗失的陨石戒指相识的，我们之间经历了很多，直到现在这一刻，我终于可以直视自己的感情。我爱的是郝聪明，迟氏集团也好，董事长的位置也好，我都可以放弃。但是郝聪明，我是绝对不能放弃的。迟墨，咱们走着瞧。郑伯父，失陪。迟墨，迟墨，你站住！你难道不怕我把宋小小的事情说出来吗？宝珠，今天的事情是我不对，但是我从来没有否定过咱们俩之间的感情。可是，我们真的是不合适。我不希望你用利益和放下自己的自尊来换取咱们俩之间的感情。你是个好女儿，你应该找到更好的。对不起。迟墨，迟墨，迟墨。女儿，爸爸一定会替你教训他的。妈，算了，我今天算是彻底明白了，爱一个你不值得爱的人，根本就是自取其辱。我值得更好的男人，是他迟墨不配。手都被你拉断了。哎，迟墨，我真的好佩服你啊，演技毫无破绽，连我这个毫不相关的人都被你感动了。你以为我刚才是在演戏是吗？难道不是吗？难道不是在给我们家小小收拾烂摊子吗？马上收拾东西，给我回别墅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让你马上收拾东西，给我回别墅。理由？本姑娘不是那么随便的人。你撞炮公司内鬼跟刀疤的事情已经暴露了，现在刀疤逃脱了，你随时都有危险。别墅那边安全系数比较高，再说了，你是钻石峡的主创，回去也能好好工作。梅克辣妹那边我已经给他们打过招呼了，会调你回迟氏继续工作。我不去，我答应过小小要离你远一点的。小小说你是黑洞体质，你太近容易招黑。而且吧，按照霸道总裁和平民女的传统设定，我容易躺枪。你以为现在观众不是在弹幕面前骂我绿茶婊啊？所以不去。郝聪明，我告诉你，
如果你要跟我撇清关系，那好，你永远都不要再见宋小小，因为在外人看来，我跟宋小小是同一个人。我说错了，宋小小，她连一个完整的人都算不上，所以，只要我想，随时都能让她消失。迟墨。陨石中蕴含的能量，一时半会儿没办法完全消除，可能需要进行3到4次的消磁实验。目前我对戒指进行了第1次消磁，你拿回去看看效果。宋小小，之前我很羡慕你的肆意妄为，不过今天我也按照我自己的想法肆意妄为了一次。你做到的事情，我也一定能做到。糖花，给我拿个苹果。好。我去开门。你好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干嘛呀？这是？把你的手机给我，我要安装定位设备。还有，这里的首饰都安装了定位仪器，我需要你随身携带，因为我要随时知道你的想法。什么？你也太夸张了吧！我这里就是一个公寓，给你搞得像007一样。你在我家干嘛呀？这是？你要知道你现在的处境。别墅可以不回去，但是这里的安保系数必须要升级。哎，不是，怎么还上来了？好吧，随你便了。等等，现在聪明在我身边，我可以保护他。赶紧把你这乱七八糟的东西给我弄走。再说，就那些人过来，能抵得过我的唐家拳吗？我没有不相信你的拳法，我只是不相信你的智商。您的快递。聪明，你看他，他讲的是实话。这儿有一笔钱，你先拿着，找个地方躲一躲。记着，短时间以内不要回来。行，这次的事儿我听你的。是我办事有点冲动了，你放心，以后绝不会给你添麻烦。谢了。跟紧他，办得干净点。钻石侠系列产品的海报就要拍摄了，孙小小那边的行程你赶紧敲定一下，广告部那边的时间可是很赶的。死定了，死定了！小小这次好久都没有出现了。怎么了？有问题啊？哦，不是，能不能晚几天啊？我也不知道宋小小什么时候出来。出来？哎，什么意思啊？他莫不是出事被抓进去了？咱们公司可不能要劣迹明星啊！哎，不是，当然不是，就是宋小小的档期不太固定。反正呢，你尽快，等着这个代言的小鲜肉啊，可都排着队呢啊！就算坐牢都可以探视，知道刑期还有盼头。可是小小，你什么时候出现我不知道，跟你在一起又时刻担心你会消失，你从来没有消失过这么久。是因为上次受伤太严重了吗？那这次你帮我顶着，我不会亏待你。出来之后呢，我做大佬，你做小，你跟着我吃香喝辣的。你什么时候可以出来啊？那我下次什么时候可以来探监？
那，你这样我很难做的。你知道现在外面那些诱惑是很多的。不行，好聪明，你不能再这样悲观被动。作为一个浑身正能量的美少女，你必须主动出击。山不来我就去，小小不出来嘛，我就……偷偷摸摸的干嘛？要进来进来。谁偷偷摸摸的？我是正大光明的走进来，跟你谈论工作上的事。天王盖地虎。你有病吧？还是池大爷。那个，作为跟小小朝夕相处，比我这个女朋友还要了解他的男人，你知不知道怎么把他召唤出来啊？知道。真的？那你快把他召唤出来吧。郝聪明，我告诉你，我池墨才是这具身体的主人格。宋小小的出现，只是给我的生活增添了一些负担而已。是，我知道池大爷你日理万机，但是我现在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联系小小。自从小小上次把我从坏人手里面救出来之后，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过他了。那很好，对我来说是件好事。池总，钻石匣子宣传照马上就要上市了，可是小小没法出来。这个是您的生意啊，为了您的工作，为了集团的荣誉，能不能麻烦池大爷、池总、池大总裁您召唤他出来一下呢？我拒绝。思思，你还有事吗？没事出去。脸上带刀疤的男人死了，你确定吗？应该没错，尸体是在郊外发现的，身边留了一封遗书，说是因为欠了赌债来勒索一笔钱，没想到计划失败了，他害怕被报复，所以就自杀了。金秘书，你想一想，一个穷凶极恶的赌徒，甚至连绑架案都敢做，怎么可能这么轻易自杀？老板，您是说是幕后的人做的？现在所有的线索都断了，要想找到幕后黑手，就要等他再次出手。哦，对了，金秘书，你一定要保护好郝聪明的安全，懂吗？咱们家小小到底什么时候来啊？别人家的宣传照都拍了，就等他了。他要是不能来，我们也只好换别人了。不要啊！宋小小和池墨长得那么像，如果他能来当代言人的话，那多有噱头啊！那你就把他约出来啊，不然的话，我们这些小咖也只能吃不了兜着走。哼，我可不是小咖啊！我说过你会有危险的，怎么也不注意。聪明，你还是跟我回别墅住。我不去，我交给韩毅的房租还没到期。那如果我答应你代替宋小小拍摄《钻石匣》的宣传照，但是条件是你必须要跟我回别墅住，你会答应吗？成交。